再来看顶个月，台中市一个东海大海查某学生过车路，互公车弄死。台中市政府启动公车大执法。最近警方在巡逻的时，抓到一台公车冲红灯，也毋过这驾驶是讲伊是伫黄灯的时阵冲过去的，佮怨叹警察找麻烦。今年交通部上新的统计嘛指出讲，今年1月到7月，台中市过路人死亡的人数是全国上济哦，比去年同期增加6个人。 赶时去翕到路口的车辆因为红灯已经停落来，不过这架159路公车宣布检测直接通过。后壁当地巡逻的警方看到过程，嘛紧日对起嚟把公车砸落来。我们抢黄灯的话，它有一秒2秒的时间嘛，不是1秒2秒吗？啊，看你已经亮左转箭头了呢。 顶个月29号，台中市五权西路甲台中南路口违规的公车被警方砸落来了后，加速个解说只是抢黄灯，还佫用烦恼耽误时间，破案环境执法伤过严。采执法与宣导并重，希望透过举例干预手段，修正部分公车驾驶不良 行车习惯。虽然台中市府甲警方加强公车甲交通大执法，不过根据交通部公布的最新的数字，今年1到7月，台中市行人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是32个人，比去年同期增加6个人，全国上悬。而整体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是175人，虽然比去年同期减少26人，不过嘛是全国上悬。 有安全感一点，对，大家会比较会礼让。直接绿灯过马路，如果还是有车会直接闯过去啊。持续精进行人道安作为，并持续透过工程执法宣导，强力执行以保护行人。台中市交通局表示，将会盘点行人通行量大的地点，透过道路工程以及调整号志时指定作为，继续来加强交通事故热区的改善。警方嘛表示，为9月到12月执行行人正义大执法专案，加强处理汽机车无要停让。今年嘛已经正式了20处科技执法，而且来加强导正用路观念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